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吗？好，请问有乜嘅兒童服務啊？好，請問有乜嘅兒童服務啊？我的皮夹不见了。好的，您請坐。好，我嘅皮包帶唔見咧。好，唔清楚。好，我嘅皮包帶唔見咧。好，唔清楚。好，来，请先喝杯茶。谢谢。先飲下茶，羅拉，先飲下茶。羅拉，您的皮夹是在哪里不见的呢？一個皮包喺度呢行但唔見嘅，一個皮包喺度呢行但唔見嘅。应该是掉在西边的那个公园。好，那应该是龍井溪溪畔公園。應該係套企船嗰個公園跌劈嘅。好，佢應該係龍井溪企船公園。應該係套企船嗰個公園跌劈嘅。好，佢應該係龍井溪企船公園。記得是什麼時間不見的嗎？大概是今天下午。記得係乜嘅時間但唔見嘅冇？太陽係見比下晝。記得係乜嘅時間但唔見嘅冇？太陽係見比下晝。您的皮夾是什麼顏色的？有什麼特徵嗎？一個皮包係乜嘅色木嘅？有乜嘅特徵冇？一個皮包係乜嘅色木嘅？有乜嘅特徵冇？是咖啡色的長夾。好的，皮夾裡面有哪些東西呢？係咖啡色長長嘅皮包。好，皮包度有哪啲東西？係咖啡色長長嘅皮包。好，皮包度有哪啲東西？有台幣2000元，還有信用卡。有台幣2000塊，還有信用卡。有台幣2000塊，還有信用卡。了解，護照還在嗎？護照還在。了解，護照還在冇？護照還在。了解，護照還在冇？護照還在。好，提醒您要打電話到信用卡公司做掛失登記。有，我剛才已經聯絡了。好，提醒我打電話去信用卡公司做掛失登記哦。要，我提醒寄件聯絡號咧。好，提醒我打電話去信用卡公司做掛失登記哦。要，我提醒寄件聯絡號咧。哦，那就好，我幫您做一下筆錄，請稍等。安尼是好，我來同做筆錄，請等一下。安尼是好，我來同做筆錄，請等一下。筆錄好了，我念給您聽，確認是否無誤。筆錄做好咧，我讀本唔聽，看有乜嘅唔錯冇。筆錄做好咧，我讀本唔聽，看有乜嘅唔錯冇。謝謝你，登錄資料都正確。好的，請您在這邊簽名。好的。按羅拉，登錄資料做下正確。好，請涂兩位簽名。好，按羅拉，登錄資料做下正確。好，請涂兩位簽名。好，這是您的遺失案件證明，這樣就完成手續。你係一個遺失案件證明，安尼手續是完成的。你係一個遺失案件證明，安尼手續是完成的。如果我們尋獲失物，會立刻與您聯絡。謝謝你。那我哋有簽到嘅皮包，我即刻同聯絡。羅拉咯。那我哋有簽到嘅皮包，我即刻同聯絡。羅拉咯。